來看苗栗地方郵局昨下晡有一個住佇郵局對面36歲細老的查甫人哦，伊不滿郵局的車佇款回時真差，舉刀啊刣死61歲姓楊郵局的外包司機。這個嫌犯早起予以殺人罪移送法辦咯。其實這個嫌犯佇2天前哦，嘛捌舉美工刀啊恐嚇郵局的員工，是罰款1萬塊，無想到講這屆煞刣死人。監視器翕到初時下晡徛郵局對面姓劉的查甫，疑似提刀佇郵局大聲講，想袂到迄日下晡，伊真正提刀拼入去，甲姓楊的外包穩將台。隨網初時才發生殺人事件，苗栗竹南郵局初5也是正常運作，不過外包穩將搬回時動作攏有放較慢。因坦白講，心內也是會緊張。時間轉去到前一日，姓劉的查甫可能因為不滿郵局落回噪音，竟然提刀拼入去，甲落回的穩將台。61歲姓楊的穩將着幾粒刀不幸過往，家屬是不加唔甘。在這家公司上班啊之類的說就是去竹南投文把信件送回來苗栗這樣子，這個行程是每天必經過的行程。家屬表示，姓楊的穩將雖講已經60歲啊，依然堅持做外包工，為生活打拼，做代志認真負責，想袂到會拄到這款代志，互厝內人甲同事攏真唔甘。行凶的查甫人就徛對面目鏡行，2天前嘛捌因為同款的原因，提美工刀恐嚇郵局員工，互判罰1萬塊。郵局表示，5-6天前就有接到伊的反映，嘛已經做真濟改善措施。我還沒退休的時候，就常常接到那個劉賢的那個客訴電話。我也向我們的上級反映，上級都有照他的意思。這樣子的改善措施似乎還是沒有辦法達到對方的一個需求。那其實在整個在溝通的過程中我們也有提到說，希望對方可以加裝氣密窗之類的不過他們是不認可的。郵局表示，初時下晡接到姓劉的查甫提刀恐嚇的消息，遂通知總局並提告。想袂到迄日下晡就發生憾事，專案以殺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檢署偵辦，詳細司法情形也該等待釐清。記者綜合報道。